每一间大学呢，拢有一个所在是私因怀念的。来看这清华大学的梅园，是纪念真正校长梅贻琦。不过最近这内面的闹钟梅仔树呢，却去滴到一拍病。学校是赶紧启动梅园医疗保育和栽培计划，有找真侪专家来甲这梅树治疗，希望早一日恢复梅园的光景。环境清幽，景致阁水，这是清华大学校内真出名的梅园。园内有种299丛梅树，已经毕业的校友想起过去，讲伫遮有满满的回忆。伊讲梅园因为风景好，过去是侪学生约会的所在。只要有朋友过来，或是包含以前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跟一些大学的女生。一些联谊，我们都会带来这里。梅园对清华人是意义重大的，因为这个土壤虽然硬化了，可是土壤不能换掉啊。但是最近梅园内有200丛超过60岁的老梅树，出起后去徛黄，甲生长不良的问题。前台有请专家来调查这个老树，发现讲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土壤伤重伤杂，所以树根无法度正常发展，吸收水分，致使老树破病。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有病原体的病，而是先被太阳晒伤了组织以后分解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根系吸水困难。所以它无法蒸散以后晒伤的，所以要医治的地方不是在这一个溃烂的地方，而是要连根系一起医疗。对每一位清华人呢，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回忆。那么这299棵梅树呢，过去这么多年也风吹雨打，需要爱护。那这个计划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梅树每一棵都可以健健康康的。清华大学规划4年梅园保育计划，头一阶段会先针对已经破病的树丛去救治疗，接下来会改善土壤，让梅树的根通健康生长，还好把基态，并且让梅园恢复生命力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